这个中国籍的学生返来台湾的时间嘛，延到2月初9，入境了后嘛要隔离14天。花莲自治科技大学已经做好规划，设立13间集中监测的管理室，而且是一人一室，每一间有独立的洗浴的设备，3顿嘛有学校免费送到房间。 花间甲内面每一个角落拢消毒清气，除了喷这消毒水，一层保险册桌啊，嘛拢搁再清一摆，做好准备。花莲的自治科技大学为着对返来学校读书的中国籍学生，必须要自主管理14天，一共准备13间个人房，互因伫遮健康管理。体温的量测啊，那供应免费的3餐啊，做自主管理。 房间拢有这液晶便所，若是去北地分泌物的卫生纸甲喙烟，会集中用医疗废弃物的处理，避免污染。目前自科大有一位中国籍学生有计13天来台湾，同学嘛讲会平常心对待。不会不理啦，还是会他们打招呼还是会回。大家油打气一下。会啊，一定会。学校表示讲会持续进行卫教宣导，喙烟、打洗手的、甲漂白水嘛已经拢有做管理，避免浪费。 出入室内空间拢爱测量体温、双手消毒，定定的防护，确保师生的健康。